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唱会前诗。新灵粮诗选第57首《快乐歌》。我们请思琴先为我们弹一遍。397首有福的劝句，我们请琴弹点。好，我们这第二句哈，我今得先尝哈，
那个我们请前台。好，这个主呢要先出来。好，来，我们第一节再唱一次，就把时间交给牧师。对，行。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歌颂你。谢谢你悦纳我们，接受我们这个区区的至诚，让我们可以献上我们心里的声音，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你不计较我们的罪过，也谢谢你接纳我们是一个罪人，原本不配来就近你的面前，却仍然蒙你极大的恩典。感谢你接纳我们，恩待我们，也让我们在今天早上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同用诗歌赞美，用感谢的心来领受上帝的话，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来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谢谢主，也让我们在今天早上享受与你同在的喜乐。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无论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或是已经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能够同心合意的，能够预备好自己来敬拜你，为所有的设备器械能够有好的安排，线上祷告，人员的运作、人员的运动都能够有你自己的引领。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姐妹，让我们预备心参加早上的崇拜。
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上帝所要祭就是忧伤的，上帝啊，忧伤痛苦的心，你必不轻看。弟兄姐妹，请静下心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创造宇宙的主，你是大牧者，是看守人类羊群的牧人。感谢你，用你的力量保护看护我们，还用你的爱主动来找我们，让我们不致迷失在这世界。求你继续寻找那些在我们四周失散的人，让他们同样享受与你同在的平安。也求你继续寻找他们内心那些尚未被寻到之处，让我们身心灵都能与你更亲近。我们也愿意用这些被你寻找的恩赐、能力、心灵来更多的服侍你，尽心尽力敬拜你，全心全意跟随你，进入与你同在的永生之门。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接下来诗歌敬拜，弟兄姐妹请起立。快乐歌。
接下来祈文，今天的祈文在诗篇14篇1到7节，诗篇14篇1到7节，在旧约548页又来起，弟兄姐妹来念诗篇14篇1到7节。以往人心里说没有上帝，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想象。耶和华从天上学看世人，要看有来的没有，有寻求上帝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不知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因为上帝在一人的族类中，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来为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接下来公告，我为以下的一些事项来祷告。首先，我为加勒比海国家巴贝多祷告，愿基督信仰能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之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的信仰。为台湾卫理公会北教区安树堂齐秀荣牧师祷告，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和人，牧者同心，身心健康来祷告。为卫理公会宣教士小菊、陈光、惠美夫妇在各地宣教在地培训事工、牧养、与主同工，无事得力，求主兼顾他们的心智与家庭，也为所有的老师、教导者求主赐予他们智慧和力量，帮助他们教导学生，并塑造他们的品格。也求主保守所有老师的家庭，让他们在家人和朋友与爱中得到支持与力量。接着，我们一同用主教的主导来做祷告。行，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只有点食，今日赐给我们。原我们在，如同我们原来在，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圣道礼，我们请蔡上弟兄会公布上的话。今天的经课有2处，第一处是耶利米书4章11到12节，22到28节，在教会圣经旧约835页。那时必有话对这百姓和耶路撒冷说：有一阵热风从旷野近光的高处向我的众民刮来，
不是为波及羊，也不是为羊尽，必有一阵更大的风从这些地方为我刮来。现在我又必发出叛语，攻击他们。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我观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一切诚意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耶和华如此说：全地必然荒凉，我却不毁灭尽尽。因此地要悲哀，在上的天也必黑暗，因为我言已出，我意已定，必不后悔，也不转意不做。第二处经课在提摩太前书第1章12到17节，在教会圣经新约230页。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谢谢蔡尚弟兄为我们诵读上帝的话。接下来读经，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5章1到10节。路加福音15章1到10节，在新约85页。由我来攻读这段经文。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用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1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一人欢喜更大。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疏漏1块，岂不点上灯，打开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那我失漏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献诗，你若全心全意寻找我，文景诗班。
正道。今天正道要讲的是潘慧珍传道，题目是一个都不能少。今天传讲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5章1到10节，我们请潘传道。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曾经有那个很珍贵的东西，但是有一天你要找它，它就不见了，所以你就翻箱倒柜的寻找，想要把它找到为止。那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你为什么会想找到它呢？因为它对你来说很重要，可能是你心灵的寄托，或者是它跟某个特别的人有关系，所以你会拼命的想找回它，否则根本就不会浪费时间去找它，对吗？那等一下可以帮我放到我的投影片吗？那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应该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叫做寻找威力。那这个威力呢，他就穿着红白条纹，然后戴上帽子，拿了一个手杖。然后我在右边的图，其实它里面有威力。那因为图比较小，如果你眼力好的话，应该是可以找得到。那它这个呢，它威力呢，通常都会隐身在人群当中，所以有很高的隐秘性。那你就要去找这个威力。那所以呢，玩家需要有很高度的专注力还有耐心去找威力，所以很难找。可是你找到之后会很开心，是个独乐乐和众乐乐的游戏。所以大家有找到威力在哪吗？应该没有吼，很小，对，在这儿，所以不太容易看到。对，在这儿。那所以今天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因为今天的经文也是在讲找的比喻。在讲比喻之前，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必须认识耶稣讲比喻之前的一个事件，导致他一连讲了2个比喻，或是一连讲出3个比喻。但今天我们只会讲前2个比喻。在讲比喻之前，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耶稣那么喜欢讲比喻。在讲我在之前的正道其实有略略的提过，耶稣喜欢讲比喻的是因为让想要了解他的人，因为非常渴望知道，所以会去探究耶稣在说什么，直到他们找到答案为止。而听了不想了解的人，也不想知道耶稣讲什么的人，他们就会留在原地，然后留下了一堆问号。所以比喻呢，对于想进天国的人而言是通关解密，就是如果你要通关，你就要用心的去解锁，也让自己离天国更进一步。对于不想了解比喻，就是听不懂也不关心天国的事，当然天国对他而言也没有任何生活或是生命上的帮助。所以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主题。那我们还是全部要来念一遍。那我们要念路加福音第15章1到10节，请。许多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纳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其中的1只，不把这99只留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到了，他就欢欢喜喜地把羊扛在肩上。他回到家里，请朋友和邻舍来，对他们说，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还大呢。同样，哪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落1块，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呢？找到了，他就请朋友和邻舍来，对他们说，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到了。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上帝的使者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耶稣讲比喻之前的4件呢，是在1到2节，很短，可是很耐人寻味。这2节我们可以看到3种人。第一种人呢是众税吏和罪人，第二种人是耶稣，第3种人是法利赛人和文士。那为什么要把众税吏和罪人归在第一种人呢？因为税吏是犹太人，他是为罗马政府办事，所以税吏呢，他是犹太人，却向自己的同胞收取银钱，而且有时候为了中饱私囊和勾结政府官员，跟我们现在很像哦。然后而且还多收了，所以税吏就像我们称为的汉奸，很不得百姓的喜欢，甚至到了厌恶的程度。大多数的犹太人都很不愿意跟他们来往，因此他们被归类为罪人的第一类。那这3种人照理来说，应该是哪2个人会比较相近？应该是耶稣和法利赛人和文士会比较相近，因为他们有相同的信仰文化。但这里有趣的互动呢，却是众税吏和税人都靠近耶稣，要听耶稣讲道。那耶稣的回应呢，也会让法利赛人和文士很错愕，因为他们认为税吏在安息日收钱，违反了犹太的律法，这类人根本就完全不能接近。但是耶稣却接待了他们，这个接待呢，有私下来往的意思。所以耶稣不是表面就跟他们说 say hello 啊，打招呼哦，他是真正的进入他们的生活，和他们一起说话，和他们一起互动。所以他们这些当时被社会所轻视的这些众税吏和罪人，才会想要听耶稣讲道。那讲道是公开的啊，但是他们愿意站在百姓的面前接受教导，表示他们是因为谁？耶稣有了站出来的勇气，还有谦卑的态度，肯从一个自认为没有尊严的身份，应该是行事很低调的作风，转变成现在肯站在大众面前被品头论足，这勇气哪来的呢？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有一颗悔改的心而来的勇气吗？更有趣的是，耶稣还跟他们一起吃饭。你会说，吃饭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每天都在吃饭。那为什么不能吃饭呢？犹太人呢，认为以饮食呢作为划分身份的界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要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4章7到11节，请。耶稣见所请的客人选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宴，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主人请了比你尊贵的客人，请了你和他的那人前来对你说：请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地对到末位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去坐在末位上，好让主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你可以看到犹太人的饮食文化当中，吃饭是象征身份的高低，然后跟罪人吃饭呢，无疑是贬低自己的身份。另外你要知道说，吃饭不论在那个时候还是在现在，都是建立关系的一个表现。所以你跟罪人吃饭，你自己也要受到大众的贬义，甚至受到名声的破坏。但是耶稣让人家看到，他不仅与罪人吃饭来往，还愿意跟他们建立关系。这让法利赛人和文士气炸了。原本行事高调的他们，现在却私下谴责耶稣。耶稣怎么会接待税吏和罪人，又跟他们吃饭呢？简直是天理不容啊！但这么自视甚高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呢，却没有想到应该虚心接受教导及和耶稣建立关系的这个人是谁呢？应该是他们自己吧。因为他们是宗教领袖，而耶稣又是旧约应许的弥赛亚，照理来说，他们才是那些要先听耶稣教导的人。
但是现在该听的不听，反而在私下议论耶稣。所以这让我想起旧约的一段经文，那我们也要来读这段经文，在以西结书11章13到17节，请。我正说预言的时候，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死了，于是我脸伏在地，大声呼叫说：唉，主耶和华啊，你要把以色列剩余的人都灭绝尽尽吗？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兄弟、你的本家、你的亲属、以色列全家所有的人说：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所以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流放到列国，使他们分散在列邦，我却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时做他们的圣所。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召集你们，从分散的列邦中聚集你们，又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这段经文呢，是发生在南国犹大的百姓被巴比伦国掳去之后，以西结痛心的求告耶和华说：你要将余民灭绝尽尽吗？但神回答以西结：谁才是真正的余民？没被掳走的耶路撒冷居民呢，他们自认为自高一等，因为他们没有被掳走，所以呢，认为被掳到异地的呢，才是那些被主所弃绝的，而自己呢，可以拥有以色列这一片土地。但他们想太多了，因为神不与人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同在，而是与那些被驱逐到异邦的被掳者同在。不被世界接受的人，反而是最谦卑的。我再念一次这句：不被世界接受的人，反而是最谦卑的。被掳去的渔民呢，不被耶路撒冷的居民所接受，是谦卑的；不被法利赛人、文士及一般百姓接受的税吏和罪人，他们的态度也是谦卑的。因此，他们才有得救的机会，往天国的方向走去。耶稣知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他，所以就开始讲起了比喻。那第一则比喻为失羊的比喻，第二则呢是失钱的比喻。这两个比喻看起来，你就是翻圣经看，就说哦，好像都是一样的，很多相似之处。只有第三个浪子回头的比喻比较不一样。但是呢，为什么耶稣要举这两个比喻？那当然应该他要我们来探讨其中有不同的看法，是我们所应该要知道的。所以失羊的比喻在讲什么？他在讲必然的寻找及找着的欢喜。当耶稣说到你们中间谁有什么这样的疑问句的时候呢，其实耶稣在比喻的当中有很多类似的语句。来举3个例子给大家听。第一个，马太福音7章9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12章11节，耶稣对他们就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在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抓住它把它拉上来呢？最后，路加福音11章5节，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对他说：朋友，请借我3个饼。这样的疑问句呢，其实要显示出后面预期的答案。所以耶稣说了这些疑问句，就是他已经有答案了。这个答案呢，就是没有一个人。你们中间谁有？没有一个人。所以每个在听耶稣讲比喻的人，没有一个人是跟这个比喻是毫无关系的。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自己做的有多好，不用受到耶稣的教导。所以失羊的比喻呢，是想说当中里面有一只羊走失了，而且这迷路的羊，其实我觉得它还蛮可爱的，因为它会倒下，然后呢倒在地上，而且它会自我放弃，因为它找不到回家的路，我觉得很可爱。但是他其实是很可怜啊，因为他不知道回家的路嘛，
所以这个是不是很像在世间失丧的人？因为失丧的羊本身没有能力自动回家，也可能是受伤在路边咩咩咩咩的叫，然后所以才需要牧人主动的寻找，扛在肩上带回家。但是你有想过吗？牧人有100只羊，为什么要为了1只羊留下99只在旷野里呢？因为我们的大牧者耶稣基督想要表达的是，我必须出去寻找这一只走失的羊，不管我找得到找不到，我就是会去找。表达的是神会热切和主动的寻回失丧的人，即使只有1个。因为神知道这只走失的羊会紧张，会害怕找不到回家的路，所以这样主动寻回的爱是多么的真诚。既然找了这只羊，他就会欢喜的扛在肩上带回家。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有4重的喜乐，很少看到就是一段经文有相似的地方，而且还是4个。第1重的喜乐就是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第2重喜乐是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第3重喜乐是在天上也要这样欢喜，第4重是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还大。这4重的喜乐呢，从失而复得到天上同欢，其层次是慢慢的递进，展现出寻回迷失的羊的主动爱和群体的共鸣。我们可以看到第1重的欢喜呢，是羊与主重逢的喜悦。牧羊人没有责备，也没有抱怨，而是带着激动的爱和温柔，把羊扛在肩上带回家，象征神对悔改者主动不计代价的接纳。第2种的喜乐是我邀请亲朋好友到我家里来的欢喜。个人的喜悦不是只有自己享有，还要邀请朋友邻舍共享，这是群体见证的喜乐。第3种喜乐呢，是天上使者也为迷途的罪人欢喜。天上的喜乐将地上的事件放到大属天的层面，表明每一位悔改者的归回都会激动天上的使者和神的心。第4重喜乐呢，在于比起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神更宝贵那些悔改归回的人。我觉得前3种喜乐对大家来说没有什么问题，很容易很清楚的了解。但是第4重喜乐呢，谁是不用悔改的义人？有2段经文让我们在明了至此处的义人。罗马书第3章第10节就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1个也没有。约翰福音9章41节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是失明的就没有罪了，但现在你们说我们能看见，你们的罪还在。其实耶稣很聪明，这里用了反讽的手法，指的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就是谁？法利赛人和文士。对，他们的态度自以为义，既然他们没有做自己该做的事，而是耶稣做了对悔改者的接纳，不该欢喜吗？什么是这些宗教领袖该做的事呢？不就是应该是由他们去寻找这些失丧的人吗？他们不仅没做，还去指责耶稣，是不是整个就是本末倒置了？所以耶稣以这样的手法告诉他们，接纳一个悔改的罪人真的很值得高兴。但耶稣也没有忽略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也邀请他们一样为罪人欢喜快乐。耶稣彰显了天国的同在，以及赦免这件事是为所有人预备的真理，也是含蓄的宣告说他在做神的工作。如果一个牧羊人会那么主动的去寻找一只失去的羊，又在找着时欢喜，何况是神呢？如果牧羊人都会这样找，何况是神呢？他必会寻找失丧的人，并为拯救了那一个人欢喜。
我对诗阳的这段经文有很深的感慨，为什么？因为我就是那个很好的例子。因为我自从之前读了研究所之后呢，其实我玩了2年。那我玩了2年呢，这几年我玩得很开心，很愉快，但是心里玩得很虚空，觉得心里有一个黑洞，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填满自己，然后心里也不满足。我那时候其实我知道那是因为我离开上帝，但是我就是不肯回去，直到有一件事发生。我的实验呢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就是小心翼翼的做实验。我也不是乱做，我真的是很认真、很小心翼翼的做实验。可是出来的结果完全没有进度。那时候我就很着急，因为我进入2年级下学期。那同学的实验数据就一个一个产生出来，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要报告，所以你可以看到同学啊，就一个一个上去报告，然后他们的进度都是哇，好有进度哦。那你知道全班呢，就我一个人没进度，然后因为我没有实验数据，那所以呢，我就开始压力很大，然后我周遭的关系也开始不对劲，就是有课业的压力，有人际的压力，让我越来越不开心。那每天的实验都没有精神，也很想哭。那这些快乐就离我而去，什么都变得很不对劲。那我记得我在修完就是2年级下学期所有的学分之后，我就生病了。我跟家人谈过之后，我就决定回高雄养病。记得我回家的时候是住在教会的3楼，那时候我在我的书房呢，就是我打了几个字，我看6个字，耶稣是活的神。我打了这6个字，然后就贴在我的前面，因为我感受不到耶稣是活的，希望在我养病的时间能够感受到耶稣的同在。那段时间我就变得很瘦，我妈每次看到我，就是我瘦到应该是现在的再减10几公斤吧，所以我瘦到就是整个皮包骨这样。她每次看到我瘦成这样，她都一直哭，她就说你怎么瘦成这样子？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我也吃不下，那所以呢每天哭，然后也觉得人生没有希望，那种感觉是很痛苦的，心中一直被孤独侵蚀，然后觉得不被人了解，那也害怕别人来伤害我，就很排斥跟人接触。我记得很清楚的那一幕，就是因为我们家是住在教会的那个牧家里面嘛，就是牧师会馆里面，那所以呢有弟兄姐妹来，然后我就一定跑走，我就跑去躲起来。然后一天呢有几次弟兄姐妹来，我就躲几次。那我自己觉得还蛮累的，但是也没办法，弟兄姐妹就要来找牧师和师母这样子。然后一天躲了好几次，然后出去的时候也很紧张，害怕别人的眼光，所以常常就躲在家里都不想出去。那我那时候开始就是每天都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将自己一切的忧愁还有烦恼都跟上帝说。后来我感到我的心有开始慢慢的被上帝改变。以赛亚书53章第6节说到，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逃离了上帝许多年，但以上帝的角度来看，我还是在他的看顾底下。我只是任性的以为我终于逃离了上帝，最后我这头迷失的羊还是像圣经上所说的，被神的大能的手重新找回来，重新开始新的生命。最后耶稣讲诗前的比喻呢，他是在讲什么呢？他是在讲坚持的寻找，直到找到为止。在失羊和失钱的比喻当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像都是失去了很宝贵的东西，都是牧羊人和妇人主动的寻找，都有找着后的欢喜，都象征神对失丧者的爱和救赎。那这失钱的比喻就是没什么好讲啦，因为像的地方太多了。但是呢，这失钱的比喻到底跟失羊的比喻有什么不同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比喻是用了一个妇人。
这个妇人是说在法利赛人和文士当中呢，他们那时候全是男性，没有女性。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妇女地位并不是很高，甚至可以并列于罪人之中的地位。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门徒中有没有女性？有有女性。然后耶稣又举了一位妇人有关的比喻，这种是相当惊奇，在当时是相当惊奇和令人惊讶的事。对这些法律赛人和文士，尤其是巴勒斯坦的屋子都很小，而且他们的窗户也很小，然后所以照入屋内的光线非常有限。那地板呢，常是被踩平的泥土或者是石头。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有别于西洋的经文不同之处在于，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不同在这个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强调妇人殷切的寻找那一个小钱币，是必须用尽心力，让自己非常专注，没有分心的找，一遍又一遍的把整个屋子都仔细的看过，而且坚持找到为止。这样的找法无疑是类比到主耶稣主动殷切寻找拯救属他的百姓的态度和行动。因为那些抱怨耶稣行动的人，其实根本不了解神的态度和行动，所以耶稣让他们看见世上的罪人是要这样的找。这两个比喻找着之后，都是非常的欢喜。找着羊了啦，还让朋友邻舍一起庆祝。一只羊的庆祝所花的宴席，是增加失而复得的费用。而妇人为了1块钱的庆祝，也超过了1块钱的价值，不是吗？他们都超过了本身那个失去的东西那个价值。那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的记录这些欢喜呢？因为要更接近耶稣与罪人一起吃喝庆祝的事实，不计代价也要同罪人吃饭，为了要得着他们。失去的羊和失落的那块钱都代表了失丧的人。通常我们都会想到，要寻找失丧的人，我们就会想到什么呢？出去发福音单张，然后而且还要去搭讪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就是我们都在想失丧的人好像就是这样的一个景象，而不是像耶稣以无限的恩典接纳罪人的景象。是不是因为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担心世上的罪人会带给我们不好的名声和对自己产生不好的影响，或是我们身边根本没有这些世上的人，因为我们在潜意识之中就将他们列为拒绝往来户。所以今天听了讲道之后，想要像耶稣一样去陪伴世上的人，却发现我们身边找不到一个。我们身边全部都是基督徒的朋友，这是我们每位基督徒都要去思考的。为什么你没有世俗的朋友让你去传福音？为什么你没有认识任何一个不被世界接纳的人可以去传福音？那你们可能就会想要反问我，因为我们跟他们接触了之后，我进入一个有罪的环境，连带的我都会被他们所影响。关于这件事，我们看耶稣怎么做呢？耶稣给我们看的事实是，他与罪分离，但不被他们影响，反而是耶稣影响了他们。所以耶稣致力寻找失丧的人，耶稣从来没有原谅罪或把人留在罪里面，也没有轻蔑罪人，反而邀请他们来领受神的赦免，并参与在神的国度里。所以我们也要致力寻找这些失丧的人，邀请他们来领受神的赦免，参与在神的国度里。如果一个妇人会那么殷勤仔细的去寻找那失丧的钱币，又在早勺时欢喜，何况是神呢？何况是神呢？他必会寻找失丧的人，并为拯救了那一个人欢喜。我之前参加某教会的青少年生活营，
那我们是到比较偏僻的那个地方，然后带青少年体验生活。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我就觉得很新鲜，所以每个任务我都尽力的去完成。有一次我接到一个任务，那个任务就是让我们用手机可以造出不一样的世界，那我就很兴奋啊。那我就开始就是大家说解散之后，我就开始找，就是有哪一个地方可以让我拍到不一样的世界。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大水缸，然后里面满了水，然后水上面有那个漂浮植物。那我就很开心的就把我的手机这样子摆下去，要照里面的世界。然后结果拿起来之后，我就发现我的手机开始有线了，然后结果萤幕就不见了。那我就说哈，怎么会这样子？那我就把手机甩一甩，然后我就回到大家聚集的地方，然后那些人就跟我说，你手机一定是进水了，所以你要用方法把那个手机甩出来。那我就一直甩，然后又用很多 app 啊，就是要把我的手机的水那个挤出来，但是都没有办法，我的手机就是没有办法开机。那我就说完蛋了，我这个手机就是因为我都买，因为我个人呢是那种3C 的那种，就是积极分子，就是我对3C还蛮痴迷的，对，然后所以我都会买旗舰机，然后我就说完蛋了，我这一只旗舰机坏掉了，那我就要去买另外一只，还蛮贵的。但是过了2-3天，我手机还是没有办法开机，我就想说，那我去折旧好了，那就是把这手机坏掉的手机去折旧，然后换一只旗舰机这样子。但是你知道那个坏掉的手机啊，它的折旧率是非常低的，可能不到1000块。我就去给老板看，然后老板说，你试着打开看看。我就说他开不了啊，然后老板就说，那我来试着打开看看。结果老板一按，你知道吗？那神之手。结果我的萤幕亮了，而且恢复正常。那我那时候我就吓到了，我就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在家试过了好几次，然后完全它都开不了机，但现在它居然可以正常运作了。我当下的开心，我都永远记得，那是一种忘不了的欣喜，失而复得的喜乐。因此，让我们来总结。约翰卫斯理曾说过这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请。教会除了拯救灵魂之外，别无他事可做，因此在这项工作上费财费力吧。所以失去的羊呢，神必然会主动寻回；失落的钱币，神会坚持的寻找，直到找到为止。找着了，在地上和天上都会同样的庆祝，同享欢喜。让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自以为义，不做应该做的事，就是寻回失丧的人。让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主动亲近，并且和失丧的罪人建立关系，因为我们也都是罪人。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世上有许多失丧的人，恳求主让我能如耶稣基督一样寻找失丧的人，和他们说话，与他们互动，能引领他们来到你的面前认识你。求主使我们心里不要排斥这样的人，因为他们也是你所创造的，只是现在走失了，失落了。求主尽我们所能的挽回灵魂，尽管只有一个，都值得我们去关心。求你聆听我们的祷告，这样感谢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感谢潘维珍传道为我们传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唯有跟随耶稣，才不致迷失，才能填补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份空虚。接下来，我们邀请台北圣乐协会推广协会陈子威弟兄为我们分享。陈牧师、潘传道、执事同工、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在主日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敬拜上帝。我们是台北圣乐推广协会，我们的事工跟意向就是传唱圣乐，
宣扬福音，传唱圣乐，宣扬福音。我们全年度在台湾各县市来举办合唱研习会，就像今天下午在凤山长老教会的研习会一样，免报名费也免费赠送谱，借由专业的老师一同来学习，一起来分享。我们这2年协会也开展了指挥研习会，借由指挥老师他所学习到的、他累积的经验，来免费分享给这些报名的学员。我们期望透过无论是合唱研习会、指挥研习会，能让这些可能大家曾经听过，甚至曾经唱过的圣乐，来重新的被看见，重新的被听见，最后重新的被使用。这是我们协会想要做的。那每年我们所出版的这些歌谱，都是我们同工用电脑重新打字，然后校对来送印。那明年度2026年，我们研习会的日期以及地点都已经确定了。如果有兴趣的兄姐，也可以欢迎来报名。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些事工，能让经济较为弱势的教会，能够得到圣乐事工上面小小的祝福以及帮助。那协会底下也有一群喜欢用声音来服侍上帝的弟兄姐妹，台北圣乐团。台北圣乐团从2005成立到今天，已经迈入第21年。每个礼拜6都在台北市永康街来练唱，每个月会安排或是受邀请到不分宗派，我们有无论规模大小的教会来做诗歌献唱的服事。那台北圣乐团原则就是我们不募款，我们也没有自己的商品来贩卖，我们也不举办售票的音乐会，可是我们举办免费的音乐布道会。无论练唱还是服事，我们都会提早时间来准备心。所以我们有个口号叫做准时就是迟到。我们约2点，2点到不叫准时，叫做迟到。所以我们也期待用不同的方式，用这些圣乐来服侍教会，也来服侍众人。那要加入台北圣乐团很简单，没有门槛。无论你是唱什么声部，无论是长辈是年轻人，只要有愿意服侍的心，都欢迎来加入。那网络的世代，我们也将诗歌来录音录影，放上歌词，也上网到 YouTube 的平台，无论个人、团契、教会都可以来分享使用，甚至一起来推广。我们同工也让大家有更方便学习的工具，也把每一首诗歌各声部 SATB 的单音档也花时间来制作，把连结放在各曲目的下方，也欢迎大家订阅使用来分享。最后也欢迎大家一同参与下午的研习会，如果还没有报名没有关系，我们有多带一些谱，您可以下午1点半现场报名，2点准时开始。谢谢大家。很谢谢陈指挥弟兄的分享。下午1点半报名，2点准时参加。接下来回应诗歌《有福的切句》，弟兄姐妹请起立。为生命如此付出贡献。
我们来做个奉献祷告，请诗献的同工是抬起来。万有的主，万物都从你而来，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为把从你而得的献上些许的金钱，作为荣光堂的事工使用，愿主悦纳。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有几位请坐。有没有新朋友？我们欢迎台北圣业推广协会的。来感谢陈几位弟兄分享。在我们唱诗，我们成为家人，我们唱2遍，第2遍的时候彼此同手问安。
的教会事工报告。欢迎您第一次参加本堂参加崇拜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那主日后本学期有5个成组课程，欢迎弟兄姐妹来选读。那约翰福音导读，老师是林继国老师，在5楼餐厅。那路加福音导读是赵少文老师、谢慧玲老师、杨伟祥老师，在201教室。那2约之间的历史是贺兆典老师、王如君老师，在6楼活动室。那教真理是周雄老师、汪怀宇老师，在6楼活动室。那诗歌欣赏与教唱，萧天野老师、王如君老师，在1楼副堂。等一下，请弟兄姐妹选择课堂来参加。那以下还有几个课程跟各位弟兄姐妹来报告。9月19号星期五晚上7点，卫理神学院延伸班基督徒的传讲艺术开始学上课。9月19号晚上7点。那第二个是那个潘慧珍传道已经在每个礼拜6的上午10点到11点开课，圣经中览课程。这个课程是红本本土的修班，欢迎弟兄姐妹来报名参加。每个礼拜6上午10点到11点，请弟兄姐妹报名参加。那总会教育委员会将在11月11号，就是星期6，儿童事工投入人联谊轻松周游网，地点就在本这边荣光堂，时间是早上9点半到12点半，备有午餐。那经费是教育部门全额补助，欢迎大家报名来参加。那再来就是本年度113年度奖学金的申请，收件到9月26号截止。那申请办法上可以在布告栏后请洽办公室索取申请表。那以上报告，那我们请牧师补充。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讲题，我想很多人会也常常听过所以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首那个就是在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常常会，以前早期儿童主日学小朋友常常会唱的诗歌，就是100只羊今天少1只迷失的羊你今在哪里？救主今天正在寻找你，100只羊今天少1只，莫非就是你？莫非就是你？莫非就是你？100只羊今天少1只，莫非就是你？这个是在问对方。但是也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那个100只羊里面少的那1只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那我们在今年有一个机会我们在圣诞主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洗礼跟转入的礼拜。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机会跟人传福音做见证，那我们也欢迎邀请弟兄姐妹把新朋友带到上帝的家中来，让我们可以跟新朋友有一起的美好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上帝的时刻。那另外一个部分，这个是极其重要，那也请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因为这个是总会特别要求一定要做的一个说明跟广告各位如果在公布栏上面会看到有一张这个叫做禁止性骚扰的一个说明还有一个海报。那为什么特别要这样公告？是因为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卫理会里面有发生一个事件，那处理的不是很好，所以后来就是有被开罚了。那我们是叫做信仰群体所以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个发生的事情原委是这样，就是千万不要以为男生对男生或是女生对女生就没有事一样有的，不是只有男生对女生或是女生对男生，男生对男生、女生对女生一样会有事情的事情的原委是这样，
有一个弟兄啊，他就这个可能是称赞的意思，但是让对方听起来不舒服，就是称赞说哇，你的那个臀部相当的漂亮啊，所以让对方产生心里有厌恶的感觉啊，所以就是产生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后来两个人互相有争执之后，教会没有做好的处理。那但是我们要说严正的声明，就是不管今天对异性或是对同性都一样，就是请我们在言语上要小心跟谨慎啊。在以弗所书的第5章里面特别提到，他说淫词妄语一句都不可说，只能够说感谢跟赞美的话啊。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感谢赞美就好了。可以赞美跟感谢说上帝创造你很美丽、很漂亮啊，但是不要去影射某一个器官啊这个部分啊，所以请大家我们的赞美肯定要有节制啊，所以请大家先能够理解这个事情啊，所以你可以。我只是比喻而已啊，虽然我没有在这个行列里面，你可以说不是很帅没关系啊，但是千万不要影射我的某一个部分啊，某一个部分啊，所以请弟兄姐妹一定要小心谨慎这个部分。那只要一经提告是一定要送件啊，所以要跟大家先做这个说明。那小组里面也请弟兄姐妹也特别注意这个事情，就是小组里面因为特别容易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小组里面。请我们在言语上面，在做一些形容的时候，要小心跟谨慎这些的言辞跟行为。那求上帝来帮助。那另外的报告就是我们的总会也有这个叫做桌游的这个桌游营啊，就是10月11号的时候。那这个不是只有限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们。那所以如果你想要来学习怎么样来学桌游，或是你想要带到小组里面，或是你想要能够在你的家里面能够来带来这些的游戏，那我们都欢迎弟兄姐妹可以来学习这个叫做这个桌游的这个儿童事工同路人这个，它只是因为儿童主日学比较容易能够了解这个部分。那你要学，比如说我们的松柏小组，如果要学也可以，我们就带到松柏小组里面去玩游戏都可以。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趁这个机会，我们的教育部。全额补助，有便当可以吃不用担心，所以不用担心这个吃饭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做这个很好的学习。但是请记得珍惜教会的资源，让我们能够用在需要跟珍惜这个需要的地方。那特别如果我们就是有弟兄姐妹家里面有年轻人或孩子。那鼓励他能够来申请我们的奖学金，但是请记得我们奖学金还是有限制的请弟兄姐妹，如果邀请你的孩子们的时候，其实真正要邀请的是邀请他来参加教会的年轻人的聚会、小组聚会，或是参加教会的聚会。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因着有这样的鼓励，他们能够在学业实力上能够更好。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跟小朋友做邀请他们要来申请的时候，也同时邀请他们来到教会里参加青少年的聚会，愿主来带领，让我们的教会能够继续的往前行那记得我们在12月21号，我们圣诞主日的时候会有受洗跟转入。那假设如果你希望要受洗跟转入的话，我们从10月开始会开始上这个受洗跟转入的课程。那请弟兄姐妹，我们也如果还没有这个就是还没有受洗跟转入的，或者是你有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已经成熟了，可以愿意受洗跟转入，那都邀请能够来上这个受洗课程、转入课程。12月21号我们就会有受洗跟转入的礼拜。谢谢。弟兄姐妹请起立。3、1，受。无言之下。知
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圣洁群体当中，能够保持我们的圣洁。也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基督也常住在我们的里面。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弟兄姐妹，请坐。遍阅。